舍不得工作人员之外，最大的舍不得还是要告别一个角色吧。江文华虽然没有办法在爱情里面得到他心里最想要的，可是好像生活给了他一切，所以我想跟他说，他辛苦了，可是大家都在他身边，他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所以我想许立文应该会笑着离开吧。哎，可以吗？哎，好，过了，来群众导流。对，抱歉，抱歉。没有人要抱导演。我先要过去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导演。谢谢。导演。真的很荣幸跟你合作，真的。杀青了。好，当然一定要合作。眼眶泛红了。江文华在哪里？